喺在囚人口方面，2025年嘅新收納人次較2024年上升3%，而平均每日在囚人口亦按年增加8%。懲教院所嘅平均每日收容率達到92%，當中平均每日還押人口已經連續5年錄得15%或以上嘅升幅。2025年相關數字達到4217人，係自2000年嘅新高。在囚人口個上升咧係持續嘅，咁但係可以放心就係我哋院所嘅收容額咧仍然係足夠，長期係荔枝角沙所重建。咁其實短期咧我哋都不停去檢視翻唔同嘅懲教院所，去因應實際個需要啦同埋情況啦，就去調撥咧個別懲教院所部分嘅收容率啦，去增加我哋整體嘅收容額。咁當然啦，當中亦都要增加相應嘅配套設施啦。